这图是杨一之术专用的解剖图。前辈，您会杨一之术啊？不许动我的东西！这位前辈竟是杨医高手，我若跟他学会杨医之术，或许能助我为阿娘沉冤昭雪。前辈，您这手绘图的功夫，怕是整个太医院的人加在一块儿也比不上。溜须拍马。晚辈也略懂医术，尤其对这杨医之术很感兴趣。幼时也曾学过几本相关医书，还学着书上用老鼠和青蛙做过解剖。但此道精妙，始终有许多未解之惑。不知晚辈可否向前辈请教一下？就凭你一介女子，也想做杨医，生得娇滴滴的，怕是见点血都晕吧？更别说整日对着那些脏烂疮肉，你可吃得这份苦？我当然学医得人品端正，谁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？出去，别在这打扰我。可我……你就转角那间空屋子，没事别来烦我。是。钟老，西院旱厕又堵了。堵了就去通。可是这活儿也太脏了吧？难道还要我去啊？不是，我一定要让他收我为徒。钟老，我去吧，我不怕脏。钟老，旱厕已经疏通，可以用了，让您久等了。做杨医可不只是要不怕脏。前辈，您总说女子柔弱吃不得苦，如今我已证明自己能吃苦且不怕脏，我是真心想学杨医，求您给我个机会吧。钟老，我不会就这么放弃的。钟老，您吃了吗？钟老，累了吧？吃。钟老，请喝茶。钟老，钟老，我帮您。别来烦我。钟老，晚辈是真心求学。好，你不是想让我教你杨医之术吗？停尸房那边新来了几具极其腐烂的尸体，现在还剩一口棺材空着。只要你去那口棺材里睡一晚，我就答应教你。好，没问题。你可别后悔啊！绝不后悔，也请钟老说到做到。
想把我憋死在这儿。我绝对不能憋死在这儿。究竟是谁想害我？你可别后悔啊！不是老钟头吗？阿娘，女儿还没给你趁月昭雪的，我不能死在这儿，我绝对不能。冯医师，怎么样？事情办妥了，吉安所的蜡烛我动了手脚，容色兰闻了不到半个时辰就会昏迷。棺材我也钉死了，他应该收活不了了。做得好，冯医师，你之前答应我的事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告诉我叔父，让他找机会调你回太医院，你等着便好。好，吉安所就不是人待的地方，每日都和尸体打交道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。等我升为2等医师，便将你调回太医院。那得等多久啊？最多2个月。好，哎，冯医师，一定要记得把我调回太医院啊！我知道，你先回去吧。好，容泽兰，这下再也不会爱我的事了。深更半夜的，停尸房怎么会有声音呢？只要你去那口棺材里睡一晚，我就答应教你。好，没问题。哎呀，那丫头不会真的去睡棺材了吧？小兰，是你吗？是我，钟老。你坚持住，我马上救你出来。小兰，你还好吗？钟老，我这算不算过关了？您能教我医术了吗？你这死丫头，都快死了，还惦记着医术呢。哎，小兰。既然不是钟老害我，那还能是谁？你若是想做药人，就尽管来招惹。风言，
比你先成为2等医师，你就把我害到了疾安所，如今竟还对我赶尽杀绝，那我就不对你手下留情了。前辈，可算醒了，也不知道谁这么大胆，竟敢在我眼皮子底下动手杀人。前辈，您看我不怕疼，也不怕死，昨夜那种绝境都闯过来了，我现在是不是有资格跟您学杨医之术了？就凭一次拼命，就想学我的神技啊？那您还要我如何？我都可以。把药喝了，先把伤养好。想拜师，得让我看到你真有这份恒心和毅力，而不只是一时冲动。师傅，您可要说话算数。谁是你师傅？再贫嘴，药里给你多加2味黄连。躺下。谢谢师傅。来这儿做甚？啊，涛儿老伯，在下宋凌霄，是太医院医官，今日前来拜访荣泽兰。和您，不知可否让我……听说那丫头被贬来疾安所，是姓宋的干的，那就是你吧？老伯，您误会了，我与荣姑娘相识已久，虽说是我提议让她被贬至疾安所的，但此事说来话长，老伯，不如行个方便。我不是坏人啊！他在这儿好着呢。疾安所是活人避嫌、死人歇脚的地儿，赶紧走！你看到？那就劳烦老伯替我转交给他吧。赶紧滚！涛儿啊，荣泽兰，希望你在疾安所一切顺利，早日返回太医院。荣泽兰，快走！走！脏系通于心，心通于脏。荣泽兰竟然没死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事情办妥了吗？他怎么还活着？那天夜里，我确实按您说的做了，但谁知道钟老会突然出现救了他。你若不想办法除掉荣泽兰，我便让叔父收回对你的调令，你只能老死在疾安所。不，方医生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除掉荣泽兰。那你最好说到做到。我就不信他命大，逃得了1次，还能逃得了第2次。需服用苦参、丹参或白蟹皮。师傅，您在研究治疗破伤风的药，对吗？当下能治疗破伤风导致伤口感染的药太过昂贵，
一剂药的价钱抵得上一户普通百姓3年的口粮。战场上很多士兵伤口感染，无药可用，最后只能眼睁睁等死。所以我年轻时候就曾发誓，一定要研制出便宜、有效、专治破伤风症的良药。你不好好养伤，跑来这儿说这些做什么？师傅，我想帮您一起研究。我身上的伤口正好可以试药。胡闹！此药方尚在试药之际，药草配比未调，寒热之性未定。你若贸然以身试药，轻则伤势恶化，重则危及性命。师傅，正因如此，所以才更需要有人试药啊。试药有死囚，用不着你这丫头犯傻。您若用死囚试药，耗时3秋也未必见效。师傅，这药早一日试验成功，就可以早一日救人性命。试药一事，唯有徒儿最为合适。你脉虚弱游丝，气血亏耗食之有久，再试猛药，与饮鸩何异？正因为我伤重命悬一线，才更是试药良机。您就让徒儿试一试吧，徒儿也不愿看到百姓和士兵因缺药而亡。如若徒儿能以残躯换得良方，徒儿纵死亦无憾。休得胡言！我既收你为徒，便要保你周全。速速回去养伤，休得再提此事。放下。虚实3克，灼烧根，蔓延至小臂。溃烂多日的伤口竟然结痂了，难道是因为伤口沾到了橘子上的青色霉斑？某症3克，伤口有淡色薄痂。你疯了！这药连死囚都不敢用，你是不是嫌命长啊？周医师，赶紧来！来了，钟老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速去医药房，告诉他们我需要紫雪露，速去速回，不然唯你是问，还不快去啊！好，
丫头，你醒了！师傅，我找到治疗破伤风的。丫头，你醒醒了！方医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拿紫雪露的，是救荣泽兰要用的药。他现在怎么样？伤口感染，危在旦夕。你稍等我一下。这紫雪露特别金贵，整个太医院只剩这么一点点了。你务必小心，得亲自将药交到他手上，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了。这都洒了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农地路上不是烟全被人撞洒了？混账！荣泽，哪里还有紫雪露？没了，这么金贵的药，整个太医院也就这一瓶啊！就没有我宋凌霄找不到的东西，我这就去找。钟老，我找到紫雪露了。真是紫雪露，快给他服下！荣泽兰，药来了，快吃！我不能吃，我还要吃师傅的药。是药重要还是命重要？啊？世间无不可遇之机，唯缺持之以恒之心。我愿用自己的命助师傅一臂之力。傻孩子，别逼我，我死也不会吃这个药。好，我听你的，但你答应过我，你不会死在吉安所，你不许食言。丫头，丫头，丫头啊，你不是要跟我学医吗？怎么就走了？
都是我的错呀！钟老，人各有命，你别太难过。丫头啊，你走得急，连件西裳都没穿上，这纸钱收好了，在那边别苦了自己呀！死得好，这件事你办得不错，全靠冯医师运筹帷幄。这调任的事啰嗦，明日就地调任。叔父，周文熙弄洒了紫雪露，荣泽兰无药可医，已经死了。做得好，看来当初我让你拉拢周医师是步妙计呀。太医院2等医师的位置我已打点妥当，但你别忘了，太医院这帮老狐狸可不是好糊弄的，你得拿出点真本事，方能堵住他们的嘴，明白吗？是，叔父放心，我以10拿9稳，这个命谁也抢不走。我不仅要成为2等医师，成为1等医师的计划我也安排好了。不出半年，我必成为1等医师。好。钟老，奴婢今日便回太医院当差了。滚！别让我再看见你！冯姐姐，恭喜你荣升2等医师！是啊，恭喜！我们可就都仰着你了。对啊，冯姐姐穿上2等医师服，气质更出众了。1等医师迟早也是你的。谢谢了。今日是太医院的什么大日子？这么热闹？你谁呀你？哪来的臭要饭的？这不是吉安所的瘸腿老头吗？吉安所的，平时吉安的人来我们太医院做什么？真是晦气！太医院当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小娃娃，说话留点口德。臭老头，今日是我们冯医师的大日子，还不赶紧走，别扫了我们的雅兴。大，就是因为是大日子，我才来凑凑热闹。搞什么呢？医师冯殷于太医院司职以来，恪尽职守，治方精妙，其功可表。今擢为2等医师，望尔恪尽职守，不负众望。冯殷，上前来领腰牌聘书。慢着！你一个吉安所的，太医院岂是尔等能随意擅闯的？来人，把他轰出去！吴春林呢？把他给我叫出来！走吧，赶紧走！吴春林呢？你是什么身份？我们无怨派也是你能直呼其名的，还不赶紧走？赶紧走！你不然赶紧走！走！快给我住手！吴大人，都退下！下官不知钟老前来，又是远迎，又是远迎。
刚才是谁口出狂言，对钟老大不敬的？啊？你们可知钟老是谁呀？钟老是跟随先帝出生入死，打下江山的军医，曾数次救过先帝的性命。开国后，是钟老亲手创办了太医院，他是我们太医院的第1任院判，也是我师叔。是人，钟老可谓是德高望重。这些小王八羔子，刚才非要把我轰出去。我看你们一个个的是嫌顶着脑袋太累了，都想歇歇了，是吗？不敢。哎呀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钟老，下官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钟老，还请钟老原谅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放在心上。钟老，您隐居多年未曾出山，今日怎么想起来太医院了？这次我来太医院，是给你们送一位2等医士。2等医士，谁呀？丫头，进来，让大家见见吧。怎么是他？他怎么还活着？他怎么又活了？冯英，你说呢？我装死自然是为了查出真凶，人赃并获。即日起，龙泽兰重回太医院，恢复2等医士之位。谁准他恢复2等医士的？朕准的。皇上驾到！朕倒要看看是谁在质疑朕的职业。钟老，你继续。我来有2件事：一是恢复荣泽兰太医院2等医士职务；2，我有件事要处理。把冯英给我拿下！你2人在吉安所干了些什么？自己说。来人，拖出去斩了！我说，求皇上饶命，求皇上饶我不死。冯医师，你找我何事？周医师，听说你曾是1等医士，因得罪了吴大人，这才被发配到吉安所，真是可惜了你一身才华。我叔父昨日还提到你呢。我现在有一个让你重回太医院的办法，你可想一试？真的？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听我叔父说，太医院如今还有一位3等医士的空缺，只要你能让荣泽兰从这个世上消失，我便让你离开吉安所。冯医师，这个杀人啊！不敢。我实话告诉你，要么你按我说的做，我捞你出吉安所；要么吉安所最不缺的就是尸体。你自己选。
冯明远，你这侄女犯下此等恶行，你有何解释？皇上，臣有罪，都怪冯音。臣受冯音蒙蔽，误以为周音是含冤被贬，不忍明珠蒙尘，这才将她调回太医院，还请皇上降罪呀！皇上明鉴，是他诬陷我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害荣泽兰？一定是他收买了你，来构陷我的。我没有胡说，是你嫉妒荣泽兰成为2等医师，认为他抢了你的位置，所以你想报复他。是你亲口跟我说，事成之后让冯大人调我回太医院。如今我人在太医院，这就是铁证。请皇上明鉴。我没有。孽上，你犯下此等罪行，还敢狡辩？太医院乃是悬壶济世之地，岂容你这般蛇蝎心肠之人留下？请皇上严惩冯音。臣管教不严，自请严查臣。冯明远，朕念你多年来忠心耿耿，罚俸1年，官降1品。周文熙杖20，逐出宫阙；冯音杖30，逐出宫阙。谢皇上开恩。叔父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我这么做是为了冯家，你不能不管我，叔父。闭嘴！家里何时教过你，为了一己之私要他人性命？我们冯家没有你这个不孝女，走出去！叔父，走！奴婢谢皇上为奴婢主持公道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蠢成这样，还怕被人笑话？要不是我在圣上面前周旋，我们冯家早就被满门抄斩了。连一个小小的仪式你都……哎，罢了。即日起，你恢复闭门思过，非诏不得出户。等风波过去，我便给你寻一门商贾复户结亲。如若你有良心，日后助我们冯家药行生意兴隆，也算你将功折罪。我都成一枚弃子了，你还要我将功赎罪？呸！今日欺负我的人，一个都别想跑，都得遭报应！怎么，来听你的荣姐姐瞧瞧我有多狼狈吗？不要，冯姐姐，
我们从医塾到现在认识快10年了，我一直都很崇拜你，你那么聪颖，那么有能力，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努力的目标。可今日你却做那样的错事，我好失望。不过我们是朋友，我还是想来送送你。对啊，我都忘了，我还有朋友。真可笑。我回去给你拿些金疮药吧。不用。苏妍，我很感谢你能来看我，这是我给你的礼物。这是什么？这本来是我要晋升1等医师的时候用的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。这么珍贵，是香药吗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记住，一定要在太医院的时候再打开。好了，你回去吧，在太医院好好当差，保重。风姐姐，保重。太医院有一个算一个，都要为我陪葬。晚上吃什么好吃的去？想吃暖锅。荣医师，御药房当值的医师姐姐忽染急症，丽妃娘娘的安神药亟待抓配，麻烦你同我速速前往御药房抓药。好。苏叶，那你药材摘好之后就先回去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臣此次前来有要事告知。何事？柳福林之女荣泽兰已入太医院为医师，臣忧其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恐借太医院之便调查10年前的真相。不过是个小小的医事，能翻起什么风浪？你身处太医院，将它料理干净便好。
你我多日未见，我深夜来此，可不是听你说这些的。药材都带齐了吗？那瓷瓶在哪里见过？我不仅要成为2等医师，成为1等医师的计划我也安排好了。不出半年，我必成为1等医师。那瓶中难道装的是？他真是疯子！如果里面装的是瘟疫异种，今日欺负我的人，一个都别想跑，都得当报应。这就对上了。你去告诉荣泽兰，就说苏叶在晾晒药材，有些药不认识，让他去指导一二。是。苏叶，你让吴医师告诉我说你整理药材时有药材不认识，是哪些啊？啊？我并没有不认识的药材啊。你脖子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只是过敏了。泽兰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苏叶，有什么事你别瞒着我。真没事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你让我看看。这是窦毅。泽兰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别上报，我只是3等医师。如果他们知道我得了窦毅，他们会把我烧死的。苏叶，你先起来。你别怕，我也已与你近身接触，也有感染的风险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上报的。谢谢你，泽兰。苏叶，你先好好想想，近日你可曾接触过什么异物，或是去过什么生僻场所？风姐姐出宫前给了我这个瓷瓶，说是珍贵之物，她还叮嘱我回到太医院方可打开。可我打开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些臭臭的东西。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。难道这窦毅来源于冯英，为了报复宫里众人而特意放出来的疫病？苏叶病情棘手，上报他性命不保。若是隐瞒，倘若疫病蔓延，会有更多人被牵连。到底该如何是好？这么晚了，容易是为何还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？可是在思念心上之人？宋大人大半夜不睡觉，可是有梦游之症？我当然没有梦游之症了。那你为何张嘴就说梦话？宋大人，我近日偶感风寒，还是保持些距离为好。你我相识许久，我鞍前马后，助你揪出幕后真凶。我不是在邀功啊，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可是，你却还是与我这般生疏，真是令人心寒。
荣医师，你大可不必与我如此生分的。宋大人的伤怀之意再真切一些，方才可信。你还没说呢，你刚在想些什么呢？宋大人，若有人身染恶瘟疫，隐匿不报，则疫病横行；上报，则此人必死无疑。当救其一命，还是舍小保重。此事两难，以社稷安危计，其以保万，或有无奈之选。但人命关天，若能寻得万全之策，方为圣上之选。荣医师为何有此疑问？宋大人所言极是，顾全大局虽残忍，却是不得不为之。多谢宋大人，我已有决断。如此便好。荣医师若有需要，随时跟我说，我宋凌霄都在。苏叶，别抓！我跟你说了，别抓。泽兰，你看我脸上是不是长痘了？我会不会死得很难看？你别怕，只要你忍住别去挠，不会毁容，也不会死的。真的吗？你放心。泽兰，你离我远一点，你被传染就不好了。我做了防护，而且我也会注意的。我幼时曾患过痘疫，不会再被传染，放心吧。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眼下你安心养病，早日康复才是最重要的事。冯大人，荣泽兰为包庇得了痘疫的苏叶，主动和苏叶同室隔离，二人现在都在后院最偏僻的那间厢房之中。倒是挺会选地方。他与苏叶朝夕相处，一定也染上了痘疫。如此正合我意。届时荣泽兰隐瞒疫病之事，证据确凿，等待他的便是烈火焚烧。大人深谋远虑。这几日盯死那间屋子，一有异动，速来禀报。荣泽兰，我暂且让你多活几日。泽兰，我脸上的痘疮快好了。泽兰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快把药喝了。泽兰，你的脖子……你说你小时候得过痘疫，你骗我，都是我害了你。没事，我能治好你，就能治好。可是你是因为我才被传染的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没事，苏叶，你相信我啊！冯大人，事情成了。好，通知下去，太医院发现痘疫患者，为防疫病扩散，立即将感染者
火烧深埋。是。三股气节，容泽兰。你们干什么？奉冯大人之命，将那人押走火烧。带走。是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听说染斗衣的是苏叶和容泽兰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们与他人同事而去，怎么办？该不会你受伤了？即日过去，你我皆无事发生，这是无恙。若被旁人听去，小心无端惹来灾祸。你们这什么办法都不能干。算了。怎么是他们？啊！真的有事？来人，点火！冯大人，此事是否需要再详查一番啊？若他二人并非斗衣，岂不是草菅人命啊？吴大人，他二人症状如此明显，怎会有误？容泽兰隐瞒疫病不报，犯下死罪。吴大人身为太医院的院判，却未能及时察觉。若斗毒横行，这失职之罪，吴大人恐怕承担不起吧？当然，吴大人若是不信，也可亲自查验一下。吴大人如何呀？脉象复说，确实斗衣无疑。来人，点火！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说吧，有何遗言？我隐瞒病情，是担心引起恐慌，造成混乱。荒谬！皇宫安危，宫廷法度，岂是儿戏？吴大人，此女巧言令色，挑唆人心，应立即焚化。冯大人所言极是，必须严惩。吴院判，冯院判，